5年前，我哋係一班主席團支持香港製造，我哋希望能夠成立協會，可以凝聚力量，務實同行，為本地產業開拓更多發展嘅空間。製造呢4個字啦，就係好似協會入邊嘅標誌咁樣咧，係有個紅白藍膠袋，大家有冇留意啊？都係品質，都係信譽，同埋咧都係我哋香港務實精神嘅代名詞嚟嘅。今晚盡興而歸，希望未來我哋繼續同心協力，支持香港製造。多謝大家。